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到台南市大宫祖庙大观音亭甲行济宫这两间庙，前后委托到李志祥老师所率领的团队来修复着庙门。这个行济宫伫2年前已经做好势了，大观音亭最近嘛完成了，日前来举办着安门开工的仪式，祈求继续来保庇着国泰民安。台南市大宫祖庙大观音亭和士典行济宫是少数佛道拢有的两间宫庙，有350年以上的历史。两间庙的门神嘛拢是名家打造的。行济宫的门神伫2年前修复完成了后，就上门开工。大观音亭的门神嘛经过专业团队的修复，目前嘛举行安门开工的仪式，让信徒来参与门神的风采。旧的寺庙吼，甲佛做请示咧。伊要用道教的仪式咧，所以阮就请吴明虎，吴明虎道长咧，来伊用昨昏的5时咧11点咧来做这个开工安座的仪式。两间庙拢是坐北向南，庙门拢经过严重的风吹日晒，尤其是热天强烈的晒照日，让庙门的彩绘严重的避开褪色。行济宫的门神是新团长的大师陈寿仪所做的，大观音亭的门神是根据新的考察事情，嘛是和陈寿仪共背齐名的丁清照来做的。尊重原来作者伊的原作品，来做修复。大观音亭这摆庙门的修复经费是信众黄顺坚出钱捐的，伊是虔诚的工作和佛祖的信徒。对会当出一份心力协助庙方进行庙门的修复，是伊人生当中上大的安慰。